目前武汉肺炎疫苗，咱国内是还未开放2档主无同款的品牌的。伫咧家己所有30几个人已经注过 AZ 疫苗啊，落尾佫去共登记要注无得啦。好佳在医护人员有发现，即阵也甲因通知，嘛甲因的挂号退掉啊。全台湾即站当咧拼新冠疫苗的注射率，嘛传出 AZ 甲莫德纳2种疫苗前后做的效果会较好的讲法。不过政府也未开放2档预防车注无共品牌。即站家己只所传出有人注过 AZ， 搁要来登记注莫德纳。2间办理注疫苗的病院透过资料比对，甲总共30多位民众动落来。民众先预约来挂号的时候，我们会在前一天晚上把所有的资料跟CDC 的资料库比对，我们大概发现有大概20几位，那第一次的设站，我们发现了3位民众，他打了 AZ， 然后又想要到北新站来打莫德纳。那第二批呢，我们发现了6位民众，他也一样打过 AZ， 然后又想要重复施打莫德纳的一个状况。病院透过民众意愿，提早甲中央的资料做比对，一方面会当减少现场人员的工作，嘛会当避免想要混合注疫苗的情况。病院表示，这个人有的是袂记哩，嘛有的是事实预约的。院方拢甲解说，目前无开放混合注疫苗替因的挂号。民众闯关成功混打疫苗，那发生疫苗不良事件，有严重的，例如甚至死亡，这个会影响他疫苗不良事件的赔偿，会影响他的权益。家己市卫生局表示，家己市是采用预约的方式来注射，所以注射的时间甲疫苗拢有完整的记录。目前中央既然无开放注无共疫苗，呼吁民众都爱来配合。记者林伟霆，家己报道。